大家快来看看嘛，天底下呢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事。一个12岁左右的小女孩在乘着那个9路公交车的时候，这个公交车司机呢竟然对她做出令人惊掉下巴的事情，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。就在昨天早上嘛，我这个电瓶车呢忘记充电了，因为我开的那个饭馆呢离家又不远，打车呢我也觉得浪费钱，走路又有点远。那于是呢，我一大早就坐上了那个很久都没有坐的那个公交车，没想到竟然呢让我遇到这种令人气愤的事情。我呢这才刚刚上车，我就听到后面好几个人冲着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吼着说：“赶快赶快！”那司机也说：“你没钱就别想来整那个车，赶紧给我下去，别在这里把别人的道给挡了。”原来是这个小女孩的公交卡刚才掉了，怎么也找不到。那其余的人都在那里看热闹，小女孩是急得团团转，没有办法就委屈的往下走。那我见状立马就说：“小姑娘，我已经给你付了，你赶紧上来。”于是我就掏出了2张1元的塞下去。小姑娘就用那个充满感激的那个眼神对我说：“阿姨，那我怎么还你的钱呢？”我说：“不用还了，不用还了，就只有2块钱的事。”接着我又问她，我说：“你是住宿舍还是没有住宿舍呀？”小姑娘就跟我说，她说没有住宿舍呀，还要花这个住宿费。我说：“那你回去咋个办？”小姑娘就无奈的低下了头，然后就看着我，这眼神那是相当的无助。我就温柔的摸了摸她的那个头我说：“乖乖乖乖，你的卡掉了，下课也不方便回家，这样吧，阿姨待会儿下车给你办一张新的卡。”这个时候姑娘哭了，她说已经很久没有人叫我乖乖了。那以前我妈妈也是一直这样叫我的。我说：“那你妈妈呢？”小姑娘又说：“妈妈自从生了我之后就失业了，找不到工作只能去送外卖。有一天下着大雨，那个水都淹到了桥，妈妈在桥上那个车轮子打滑当时就给冲了下去，再也没有捞上来。那可怜的孩子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他那种无助和思念。那到了地方我就给小姑娘重新办了张新的公交卡，并且还给她充了200块钱进去。这个小姑娘就说：“阿姨，太多了，我根本就用不完，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还你那么多，我也找不到你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那阿姨告诉你地址，你有事儿就直接过来找阿姨好不好？”我就在这前面开了一个饭馆，我就把她送到那个学校门口。这个小女孩就说：“谢谢阿姨，已经很久没有人送我上学了。”她又说：“阿姨，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找你。”那就在昨天天快黑的时候嘛，我正好在店里面打扫卫生。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阿姨阿姨，我就转身正是一回过头一看，原来正是那天的那个小姑娘来了。小姑娘接着说：“对不起阿姨，我现在才来找你还钱。那周末我就跟奶奶一起去把家里面的那个土特产给卖了，把那个钱终于给你凑够了。”那说着还递给了一大袋的白菜。她说这都是我奶奶自己种的，非常的新鲜，让我拿来给你尝尝鲜。那我接过这个袋子我就连忙说：“我说你别误会了这个是阿姨不是怕你不还我的钱，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欢你，也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。”然后我就把他那个店里面坐了下来，给他煮了一碗那个红烧牛肉面。我说：“小乖乖，你们家里面现在就你和奶奶吗？”那听到我这么一问这个小姑娘脸唰的一下就红了，眼睛就开始流眼泪。然后她就对我说：“阿姨，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，是我的奶奶在抚养着我。那我的奶奶常年的身体也不好，我听我奶奶说，爸爸是村里面的水利工，爸爸平时帮别人盖房子。就在那个时候他想多挣点钱，大中午都不吃饭，就只吃个馒头，还喝一点点凉白开。然后就在一个大中午的10点的时候，太阳晒得真的是热
突然爸爸的头一晕，就从楼梯上嘞摔了下来，当场人就没有了。就这样我爸爸妈妈嘞都没了，那我嘞就只有跟着我的奶奶一起生活呀，我们一起相依为命。那听到这儿嘞，我的心真的是挣扎的一样的难受，我的眼泪也是一点也控制不住的，哗哗的往下流。我就沉默了一会儿，就说小姑娘，咱们不要难过，好人呢有好报，你爸爸是一个好人，那你也是一个好孩子，那阿姨呢为你们感到自豪，阿姨呢向你保证，你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就让我老公呢去隔壁的零食店买了一些水果、糖果、牛奶还有一些香蕉，我往袋子里面偷偷的塞了800块钱。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小女娃说，小乖乖，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呢也要关门回家，那叔叔阿姨呢先把你送回去。小姑娘呢也没有拒绝，就一直在那里说谢谢叔叔，谢谢阿姨。那没一会儿呢就到了这个小姑娘家的门口，我就把买的那个东西递给了她，我说孩子这个是叔叔阿姨的一点心意，你呢拿着给你奶奶吃那今天呢已经太晚了，叔叔阿姨呢明天再来看你。小姑娘就哭着说谢谢叔叔，谢谢阿姨，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好人。她说完就要做出给我下跪那个姿势，我连忙一把扶了起来，我赶快说快回去吧，要不然你奶奶在家里面得该多担心的，那叔叔阿姨呢明天有空再来看你。我回到家就跟我的老公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呢决定抚养这个小姑娘，让她呢能够安安稳稳的上学读书，长大了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我们觉得人不管有钱没钱，那这辈子有些事情呢我们是不能碰的，但是有些事情只要让我们碰到了，我们就必须得去做，也应该做。所以说朋友们，你们呢看到这里了，你们呢支持我们收养这个小姑娘嘛？那请你把那个右边的这一排从上到下帮我们点亮一下，我也希望能够让这份善意传递出去。谢谢各位好心人。于是呢第二天我们呢又去了一趟小姑娘的家，说明了来意。那小姑娘的奶奶激动的就要给我们下跪磕头。我老公呢急忙上去扶住老人家，连忙说这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以后我们会照顾你老人家的。感谢大家听了我讲了这么多，最后呢我还想要大家4样东西，你们呢也别害怕，也不要急着划走。第一，我要你们健健康康；第二，我要你们家庭幸福美满；第三，我要你们过得风生水起；第四，我要你们平平安安。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，请接受我对你们的真诚的祝福吧。